病有起色吗？欢儿这孩子，打从刚出生就掉落在了地上，又在雨水里浸泡了一天，所以才落下了头疼的印记。我已经想尽了办法，只能延缓他的痛苦，却不能根治。欢儿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其实欢儿的病也不是不可医治，只是需要找到一种特别的药引。什么药引？我师父说过，世间的疑难杂症都是与个人命中注定的劫数有关，要破此劫数，必须要有贵人的助力。如果能有龙珠来做药引，也许能治好欢儿头疼的隐疾。龙珠？对，龙珠。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。我曾经听民间的说书人说过杨家将的故事。相传当年杨六郎因病不能出征，需要龙须凤发才能医治。这龙须就是宋皇的胡子，这凤发就是辽国萧太后的头发。后来孟良交赞想尽办法弄到了萧太后的头发，治好了杨六郎的病。可是现在大明已经亡国，在复国之前，太子也不能算是真龙天子。难道只有爱新觉罗玄烨的眼泪才能称得上龙珠？可古往今来，又有哪一个皇帝肯轻易落泪？就算有龙珠，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来治欢儿的病呢？义父，诸位师长，你们不必忧心，我将来一定光复大明，登上皇位。欢妹若需要龙珠，我管够。太子有此志向，实乃我大明之幸啊。其实龙珠治病之说，不过是医家玄学的奇谈怪论，不必当真。